提到了客家人啊，是人才济济，有很多优秀的客家人在海外打拼有成，甚至从政当议员。那么来到了马来西亚的梅里市，就有一位客家籍的议员江山和，他在当地可是最年轻的议员，不但是为民服务，到处奔走，也积极争取经费，举办像是客家山歌比赛、客家舞蹈比赛等等。今天的感动时刻，我们就要带您来认识这一位心在客家的市议员。华语招牌，华语的街道名称，马来西亚的梅里市保留着中华文化，而这里的客家族群更是占了30%，人才济济。像是市议员江山和就是客家人。没有收费，对，这个是免费的收费，这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是造成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参与会刊，为民服务，包括停车场规划的动线有问题，交通号志不良怎么办？他都揽在身上，想办法解决。还没有完全移交给这个土地局，所以土地局不能够授权我们收这个parking费。而他也跟台湾的议员一样，行程跑个没完，跟着议员跑行程。客家乡亲的投诉大会，江山和也到场。所以我们会叫执法人员加强他们的监督的工作了。事必躬亲的江山和，不但是梅里最年轻的市议员，也是梅里客家工会主席，沙劳越客家工会副会长。从英国会计学院毕业，担任过会计师，还有税务顾问。身为客家议员，江山和当然也为客家乡亲福利仔细盘算。刚好也是市议员呢，我是说经过这个管道呢，也可以面对我们客家的乡贤呢，他们所面对的民生问题，我也可以做一个桥梁啦，来帮他们反映他们民生的问题，给予我们市政局。虽然马来西亚的市议员不是由人民普选，而是由政党指派，但是他服务乡里依旧尽心尽力，到处爬爬灶，了解地方的产业发展也是他的任务之一。下乡视察，这回来到了石山，就是为了了解胡椒收成的情况，因为在当地也有很多客家人以种植胡椒为生。另外，他也常常带着乡亲往市长室跑，因为梅里市长赖耀松也是客家人，所以对于客家事务一样全力以赴。除了讨论市政业务之外，江山和也积极向市长争取经费，希望协助客家延续传统文化。像一些拨款来推動梅里客家工會嘅文化活動之一啦例如像唱山歌年轻有为的中生代客家人在海外努力打拼，为乡亲服务，亲力亲为，也成为了当地的客家之光。客家子弟力争上游，热情投入乡里，积极扎根客家，异乡政坛崭露头角。江山和挥汗耕耘，在梅里谱写感动时刻。